你疯了吗？是，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想听。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讲的。哦，对啊，你跟他认识哦？哦，没有啦，就一个朋友的朋友啦。Just bounce to this. 要不要来扒手？有好玩的哦。爸比，我知道，我现在要回去啦。不是因为我今天突然加班啦，我跟你说。爸，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所以你跟我说什么要陪你爸都是骗人的。你是怎样啊？你疯了吗？是，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想听。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讲的。你要怎样随便你。拜托你不要这样。小爱，10分钟后到我家。怎么了啦？不是回家了吗？我男朋友，他发现我在这里打工了。哎呦，不要哭了啦，打工而已，会怎样吗？他管我管很严，他是有病哦。不要难过了，那打算怎么办？要不要跟他解释清楚？我不知道。反正你也不赶着回去了，去把衣服换一换啊！刚赶着走都没换衣服，哭啦。老爷对我恩重如山，夫人也对我恩重如山。既然老爷喜欢我，那我就只好以身相许喽。那我就只好以身相许喽。那我只好以身……哦，对不起。那我只好以身相许喽。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不需要这个角色。那我只好以身相许了。一起吗？哦，海哥你好，你好，对，我是一起。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哎呦，海哥真的很谢谢你给我紫嫣这个角色，哎，我终于有台词了啦。紫嫣？哦，对啊，我给自己丫鬟这个角色取了一个名字叫紫嫣。哦，就是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紫嫣？对，紫嫣。导演临时找了个人来演紫嫣这个角色，所以你被换掉了。啊？那我有其他角色可以演吗？目前是没有啦，还是要看导演的意思。不过我这边倒是有个角色，没什么人敢演。哦，我敢演，我什么都敢演，你说什么我都演。那我们之后再讨论好了。哦，好，谢谢海哥，谢谢。王丽该回去休息了。我明明就才刚来，你就要赶人家走。我等下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嘛，你回去休息了。那你要打给我哦。好啦。那我要亲一个。这里。不管。疯了吗？哦。
那你不要不开心了。等我休息。真的要走了，可以打给我哦。好 ，OK， 拜拜。拜。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Oh, pray for forgiveness and get your house in order now. Prepare your surrender, lay your weapons on the ground. But don't wait for my vengeance, 'cause once I have begun, I'll start at the top and take you one by one till I'm the last one standing. You'll never take me down. They can fall all around me, still I hold my ground. 这发什么呆啊？赶快画啊，来不及了啦！你看我已经画这样了，啊，画完那样子我赶快画。 I'm gonna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等一下我们要吃什么？你们去吃好了啦。没有。哦，我跟你说，他今天肚子痛啊，我们去吃就好了。好，快饿死了！我要吃鹅米团加牛排。 Here they come. 5、6、7、8，右边， The light 左 grows 边， dim. 好，屁股下，往前，3、 Ones who are 4， taking down, I'm moving out. They're closing in, and one more time, let the game begin. 过来，对。 You'll never take me down. They can 谢谢爸比。 around me, still I hold my ground. Until the last one crumbles, till you raise your hands. I'm gonna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I'm gonna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last one stands. 雨轩你好，好久不见。是啊，很久没来了。现在保养配套跟以前一样吗？照旧就可以了，好，那麻烦你稍等一下。不用急，慢慢来，谢谢。大叔哥，喝咖啡吧。走。好，这家车就是洗得好。你干嘛？大叔哥，我记得你爸爸有留很多珍奇古怪的酒给你，对不对？都在家里，拿来。这是勒索吗？我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拿给你？因为交换情报总需要一点代价吧？什么情报？盼盼的情报。你看有什么好笑？你快点说啊！你说呀、说啊！就是那个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真的吗？我不早就说过了吗？这些小女生她们会一直恋爱分手，恋爱分手，恋爱分手，一直